35歲武打星二代龐景峰被告上法庭。龐景峰原名錢浩然，佢係錢小豪同前妻郭秀雲之子。父母離婚後，媽媽郭秀雲改嫁鋼鐵大王龐鼎元之子龐傑，其後佢跟隨繼父姓，改名為龐景峰。據相關報道指，龐景峰喺舊年舉辦拳賽活動期間，透過代理公司聘請咗8名女模特兒。爆料人聲稱，當時龐景峰承諾會喺2個星期內發放薪金，但由舊年10月至今，被拖欠薪金嘅女模特兒曾經多次向佢追討血汗錢，但龐景峰就回覆表示處理緊，甚至連一個確實嘅日子都俾唔到。最終，一眾女模特兒喺無奈之下決定報警，指控龐景峰詐騙罪，並入稟小額錢債法庭追討欠薪。龐景峰出道10年，曾經因涉及無牌駕駛罪被捕，最終被判處60小時社會服務令及停牌1年。對於今次被指控詐騙，龐景峰就事件作出回應，佢表示自己並非活動主辦方，只係以協辦身份參與相關活動，強調與相關人士並冇任何合同關係，並且一直有為對方努力跟進事件。佢又話，對於涉事模特兒企圖以博眼球嘅方式嚟追討薪金，雖然可以理解，但係就絕對唔可以接受。佢認為對方嘅指控已經對佢構成誹謗，要求傳媒立即下架相關失實報道，更揚言會保留法律追究權利。目前案件已安排將於3月份開庭審理。